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在立法院有一件小小的大代志，对着咱台湾其实是影响真大。讲起来，渔港是咱台湾人的大温情人，上山下海照顾咱是大人。即马讲是会逃走伤多，要来罚较重；，佮讲是治安武歹，就是一挂人。社会台湾必须爱了解这一层，才通好来讲，咱台湾是重情重义的台湾。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体育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陈秀莲陈律师。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第二位是文化大学劳动以及人力资源系教授李建宏李教授。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第三位是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书店的创办人张正。大家好，我是张正。第四位是咱台湾长照专联会秘书长余志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呢，咱即摆就先来看吼，行政院要推出这个版本，就是要来扩大所谓自行教案的机制，以及入出国甲移民法部分的条文的修正。讲到这，看起来，敢若真好啊，要修正。内面是安尼讲，咱来看这个图表第74条之一，违反第7条之一第3款，或者是第29条第2项规定者，处新台币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按处来处罚。那么过去即马现行的条款是第85条第4款，下列情形之一。处新台币2000块以上1万块以下的罚款。第4点，第4款就是第4条，台湾地区无户籍国民以及国外人逾期居留或者是停留或者是居留。那么这大部分就是讲加重罚款，到底是不是会当来减少讲你就莫逃走？这个因果关系，咱先来确认啦先互观众朋友了解。秀莲律师，我感觉咱台湾劳动部我是一直感觉因足荒谬的啦。第一就是讲，你为什么有遮侪人选择逃走？你奈无去看你政策上有啥问题？你今年你即摆要收这15万嘛？讲实在，我个人是希望讲你发啦，因为第一个，伊讲无可能付出这15万的钱，伊违反比例原则，因为。伊预期拘留，伊是行政法嘛，就讲咱闯红灯啦，也是讲咱经营有去开罚单，为虾米即寡移工？毋是放火台人，毋是放火台人嘿。毋讲咱台湾对于即寡所谓逃跑外劳，伊就拢一寡你头嘛提到讲因为伊是治安的隐忧。事实是警政署有一个伊的统计数字就是讲，移工逃走的移工，伊台湾拢总72万即马移工，伊的犯罪率甲台湾人的比例来比。台湾人是移工的4成，就是4倍。4倍啦。4倍嘿，安尼伊就第一讲，自然引诱这根本就毋是一假，我是用这个恐吓大家讲移工来人就危险的。毋讲，就我讲咱转来讲，为什么移工选择逃走？因为第一嘛，因咧台湾，你讲康复讲好啊，咱看一寡数字，康复讲印尼的康复讲是即马逃走人数比例上大的。安尼，伊为啥选择逃走？因为因无基本工资，因1点钟依照劳动部的统计，一工工作13小时嘛，算2万除起来，一个小时的时薪是51块。伊即马袂当休困的嘛袂当凊彩换雇主的，所以当伊拄有问题时，伊无法度嘛，伊可能就选要逃走嘛。对，咱先停在遮我一摆慢慢互观众朋友来理解头一个就是讲这贴药到底有效啊无效啊？然后台湾人咧讲若是食着药青草一叶，食唔着药人松一招啦，你嘛食袂好。我要先请教的老师到底这个党法会当致使着？这个移工会惊到讲我付袂起，所以我莫逃走。这个药方敢有效？是观众朋友，我先来报告就我了解，即马
这法规是内政部移民署提出来的，不是劳动部。不是劳动部嘿吼。因为这入出国移民也是移民署主管的。是。啊，因现在提这个法吼，我毋是听讲，就我去年看到的数字就讲，即摆移民署一年去找到迄个失联移工的人数，差不多将近2万人，一年找到的。啊，但是吼，啊，现在咱去年的迄个失联移工人数会颠倒欠悬起来，欠悬起来。这个原因就讲，伊一年找到要2万个，但是吼疫情前吼一年走去的嘛，差不多要2万个。伫疫情前吼，找到含迄个走去的，一年都要拍平。啊，但是去年10月破10万，失联移工破历史新高10万人，所以吼行政院感觉哇，这代志大条啊，所以伊唔开提这个修法。但就我的看法就讲，你修法的目的是要甲吓惊嘛，吼，叫移工吼卖走去。啊，但是呢，伊若真正走去的时阵，移工伊什么？看，第一我都无钱啊，我发袂，我都甲你纳钱，我纳袂起啊，纳袂起，我就互你送伫国家就好啊，送我的国家。啊，第二来讲，是毋是有一寡移工也颠倒认为讲反正罚则重，我着走去以后，我着想办法，莫互你找着。我着规气藏起来嘛，藏起来，听钱走险，藏起来方法有真济啦，吼，比如讲。上济就讲，我着要走以前，我着先向我的故乡的义工，吼联络好势，吼伊甲我接应一下，嘿，伊甲我找新的头路，也是我暂时住伫伊遐嘛，吼，啊住伫伊遐，伊可能嘛袂安排讲住伫咧市区，伊住伫咧吼较偏僻的所在，吼，所以讲有真济方法当创好啦，吼啊，所以即马我感觉讲，你安尼甲提高即个罚款提高遐。遮济倍吼，是毋是有效果？我感觉应该有淡薄效果，但是效果袂真大。原因伫我头讲的遐，我著纳袂起，我著卖啦。啊，是讲我先甲创好啊。吼。所以老师也认为讲，即贴药啊，无一定食得有效啦。啊，但是你若要互伊效果较大，我感觉爱配合其他的制度政策的修改，安尼效果会较大。就讲毋是干即贴药啊啦，爱配合其他药做伙甲落安尼。是，啊那张静，你感觉认为咧？你长期性你关怀即种题目，动法老师讲，这安尼无效，啊无效，咱就卖甲发，啊叫伊摕来自首，还是讲源头在哪里？这咱小等来讨论源头啦。咱先来讲移民署做这项代志，我看嘛有立法委员来联署讲，这个唔对啊，这唔通安尼，无符合比例原则，啊无会去罚到这个雇主，哦，有的雇主真歹心情，哦，啊罚嘛无寥寥小小，伊嘛袂听，啊到底是要安怎用？我嘛同意，这无效，这一定无效，就这淡薄好过来呢。而且我觉得它伤害其实更大，因为像秀莲刚刚讲的，它违反比例原则，它其实伤害了我们的法治，伤害了台湾的法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远的不好的地方。那真的像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应该要找到它的源头，为什么要逃？这些逃跑不是5万人、10万人在街上，就是像我们逃学啊、翘班啊、去看电影，他们逃走之后也都是有人聘雇的。他不是逃走之后就躲起来，他逃走之后躲起来工作，有人请我们这会笑说，如果现在失联移工几十万人啊，几万人，他们哪一天说好罢工，问题台吧，没追够汤家，因为我们的农村山区都是他们，这些人是在工作的人。那刚刚前面有讲说，有人会说这些是治安隐忧，我这真的是觉得。因为咱看数字会当甲咱讲话啦，吼。有足侪人无唔对，但是这些人拢就点，就是安静的，最不想被警察抓到的，在默默的工作。他们绝对不会设什么治安的隐忧，我觉得他们是台湾治安的这个安定的基石啊。有社会问题走真侪出来，哦，这就迄是阮若是做媒体的，阮就知，就是有外籍劳工出事情，我们就会大肆报道，会注明说外籍劳工怎么样。如果一个台湾人、台北人怎么样，不会写就是一个男人喝酒杀人，可是外籍劳工喝酒杀人的时候就被大标题。
所以像刚刚秀莲讲的，他那个实际上的犯罪数字，台湾人的犯罪数字是远高于外籍劳工。我觉得更细一点分析，说不定一般的外籍劳工的犯罪数字还会高于失联移工，因为失联移工最小心，我觉得他们抽烟都不会乱丢烟蒂的，因为万一被查到啊，发现是失联的，好那就抓走，所以他们其实不会闯红灯，免得被逮到。讲这种生活不好过呢吼。对啊，他就都偷偷摸摸的，然后最不想跟警察碰到。怎么样不要跟警察碰到？你就是那些小错都不要犯。这我嘛当事实讲啊，其实我本身嘛拄着真济吼，失联的劳工吼，伫台湾超住10年、10几年，啊，警察你免来问我唔知伊住倒位，吼。但是我会感觉讲，因真正有当时是过较阴阴业业吧吼。但是我要来请教着这理事长吼，咱中照这个范围内面，咱需要的移工啊。逃走的这个比例有悬无？啊，你有赞成这安尼个法无？因为是安尼讲啦吼，原来为这个疫情进程差不多是5万人嘛，吼啊，这3档的疫情发生了，然后就非常快速。那包含讲是安那伊会逃走，如果讲以这个家庭监护工的这个部分是受到上界严重的影响嘛，吼。啊，为什么迄个？我就先讲，啊，这个法规除了这个处罚之外，就是讲，咱的法规伫迄个110年的时阵有来改变，就是讲伊袂当自由来转换雇主嘛，袂当自由来转换雇主。啊，这个数字是伫地发生的，因为伫迄个108年吼，就是讲咱的看护工，迄个时阵是会当自由转换雇主的。伫迄个108年的时阵，1月份啦，吼，咱用1月份、2月份、3月份来甲看吼，看护工要转工场，同款的工作条件、同款的薪资，吼。108年1月呢5个，108年2月4个，108年3月是6个，到109年呢，看护工转这个厂工吼，109年1月6个，2月6个。3月8个，但是来到110年的时阵呢，1月246，2月382，3月395。喂，其实离这年的时阵呢，到5月，总共1800个家庭监护工转去做厂工，做工场的工。但你一定会怀疑啊，讲伊啊，啥差别遮尔啊济？因为咱的疫情开始到严重的时阵，110年的时阵，咱的国门关起来。就是讲，不管印尼越南，伊迄边伊嘛袂当放工来，咱这边嘛无要接工嘛。但是这3年的疫情是咱台湾工业上界蓬勃发展的时阵啦。工厂拼命咧加工，加工，但是我都无工人啊，无工人的时阵要安怎？我就开始来抢家庭监护工嘛。啊是安那家庭监护工伊要去。当然，这就是有伊的先天的背景嘛，吼，就是第一档就是家庭监护工伊无受到计划的保障，过来就是伊的薪水低嘛，吼。必须你讲一个重点吼，家庭监护工无劳基法的这个保障哦。这咱小等这题，咱个观众朋友你来会记问我吼，我来问这4位吼，是安怎家庭监护工独无这个劳基法的保障？对哦。啊，我即马搁倒转来讲，拄则主持人咧问的即个犯罪，即个到底是犯罪，到底即个刑期要，即个刑罚要甲加较重的无啦吼？如果以我的见解，当然无一定有效，但是加减啊有效。如果一个国家，我请入来外劳的移工，啊，逐个拢无法通管，我逐个拢来去走，啊，我走无毋对，我拢偷偷咧做工课啊，我袂犯法啊，对毋对？但是这毋是一个国家法治应该发生的代志啦，所以既然已经走到10万人啊，即马走到8万人，你的目前的法律无法度通来去约束这个情形，当然应该得爱甲这个处罚当然来加重，因为安那这就是讲坦白就是吓阻嘛，吓阻有没有效？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但是一个国家我们台湾一个。注重法律、注重守法的精神来讲，我觉得加重的处分，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是安怎讲，最近嘛发生真济啊，移工来到台湾哦，进前还未疫情的时阵，离婚机场落婚机人无去，
可怜的是啥？雇主含面都无看到，人无去啊。吼，啊，即摆疫情的关系呢，飞机机落来了，接去防疫旅馆。防疫旅馆，比如讲关到今仔日下午啊，解禁啊，解禁哦，5点解禁。机构派人6点要去接人，5点的时阵集体6个人坐计程车走去啊。啊，即款的已经摆明，我来到台湾，我就是要走的嘛。如果即款的恶意的即款的行为，如果若无法律来甲伊做一个处分，那安尼讲的时阵，那台湾就是无法治的国家。所以秘书长，你的意思是讲恶意的来个罚？是。我唔知在座三位，那恶意的爱个罚有赞成啊？无赞成？我当然是无赞成啊，因为你要安讲是恶意。我今日，因为你属于头讲迄个问题，毋是一个COVID时间才有嘛？因为咱进前有开放是观光签证嘛。其实台湾3-4年前有一个最大的新闻是，摕观光签证入来的工人100几个，一个暗时对迄旅馆拢无去啊。就是咱即马开放足侪咧，会使来台湾的迄款的方法。第几个，伊正经，我感觉人来去无共款的国家要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我讲这个代志是无毋对的。那转来讲，咱即马讨论的42万左右的外籍移工来讲，我讲问题是你要安怎提供一个较好的劳动条件，互人愿意留落来？你毋是讲哦，我即摆互你一个足后的物件，你袂当休困，你无劳基法的保障哈，啊你一工上班12到18点钟，啊我来讲你偷走，我给你15万。啊，为啥咱无来回头来讲，就是讲，我即摆互你一个较好的，我薪水互你有够，我互你有够时间会休困。咱劳关系是好的，我真意把你当做一个人来对待。而且这款的情形，我相信无偌济人会选择要偷走，因为偷走伊是另外一个风险嘛。我也自知，我也是受伤，吼，我掠着，我即摆毋是讲无法治啊，即摆来嘛是有法啦，只是大部分一寡雇主我总是想讲，哎，罚较少无效。啊，头张正勇讲一个重点，即寡人偷走，伊毋是伫台湾游山玩水呢，伊毋是伫迄路的讲，哦，我去阳明山爬山创啥？我事实我是嘛是咧做事啦。啊，一个最方面的代志就是讲，我即马对合法，咱讲看阮讲的话，一个月2万块嘛吼，一工是薪水是666块，我选定我偷走，我去做个别的总店也是一工的，我一工是2500。袂去用抽，对，我个袂去用抽啊！而且我是自由的工人，我即马甲我的雇主，我有问题，我就是我讲好什么时阵我离职嘛。啊，毋讲咱即马法律规定合法的，我依照台湾的法律，台湾的规定，我是无法度有即款的劳动条件的。所以你即马另个摆到顶，我感觉这3年的COVID期间，我可能我补充一下，因为外劳毋是讲会使自由转换雇主，是。头仔你时阵讲的法是修改一条法是袂使跨行业，因为过去的时阵是，我本来我雇主的资格也会使。你咧个人的袂使去使机器啦。对，啊，正经的规定是讲吼，我即马雇主有一我资格的规定吼，我本来就是咧台湾，我会使请，我即马工厂吼，我会使请看护工，我嘛会使请渔工，嘛是制造业拢会使。啊，我过去因为 COVID 人袂晓入来嘛，迄3年的时阵。所以伊无法度入来啊，中介就想讲，哦，我即马无钱通趁啊，啊，毋过雇主就一直甲讨人要安怎，所以我就去找看护工来。过去是因为我无爱伫个，因为我即马对台湾请伫个台湾要找工课的工人，我无钱通趁嘛。所以迄时阵3年，为什么有头讲100几人加起来头千几人？是因为迄阵正经是无人，所以中介伊无想讲吼，我即马趁无着外国去比中介费，安尼我对台湾找看护工来。啊，这条法是2021年修的，7月修的嘛，所以咱会使看头仔讲哦，报涨甲10万人，敢叫8万人，是因为过去拢差不多6万几人，为什么这3年甲2021年修？因为这个环境条件对啊，你外在的迄款政策甲环境变歹啊，伊讲无法度，伊选择逃走，这才是为啥我头仔讲我反对这个修法真正的原因。你大环境你无改，你无想讲有一个较好的方案对移工，你今年来讲还人15万。虽然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悖论啦，悖论就是讲，如果咱若甲这个环境创好，啊，这个条款要修，互你去修，反正因也袂逃走，因也袂用着，吼，啊，你修在修理的，我甲这个环境甲源头创好，但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哦，你这个源头吼，你头下讲到一个重点，伊若逃走。因2000块落地啊，
实施放伫落地下内面。但是伊若是去雇主啊，去倒位来正式入来，伊可能2000块，可能敢若剩600块，安尼。啊，这中间的这个源头，可能毋是在咱台湾哦，是伫伊出产国迄边，伊就开始咧要甲北上。因为中介费即嘛，这是学者有研究的吼。咱4个国家小可差无共啦吼，差不多是15万到20万的台票。是。啊，这项摕来这个钱咧，有6到7成是入到咱台湾中介的口袋。大家注意听哦。就是因为迄进前16年时阵咧收3年出国1日嘛，迄个法时阵啊，台湾的中介就开始一直抗议嘛，讲哦，袂使收这个法，因为本来是3年，我转去过来，我休困1天过来啊吼。一届我就是15万到20万的成本，到要学这个法的时阵，台湾中介一直反对嘛，就讲啊袂使安尼，伊嘛是讲自然引诱啊啥啦。啊，我事实阮迄阵就讲，伊即马出去你来，你因为过去台湾的中介拢讲，这笔15万到20万的钱甲台湾无关系，迄拢外国收的。啊，毋过迄阵阮开始抗议讲啊，这个法来收掉的时阵，伊就开始出来抗议阮啦。有学者就是有研究就是讲，事实上咱讲10万好啊，咱即马台湾是72万嘛。移工嘛，咱讲一个人赚10万，伊就是700多亿哦。啊，这个钱内底，无咱先讲一个移工要对伊出产国来到台湾，根据我所知啦，可能拢爱贷款超过20万台币。对，差不多15万、20万，啊，伊就是。啊，这20万内面去有啥赚去？有差不多3到4成是国外的中介摕，6到7成是台湾的中介摕。哦，就是3、7开还是4、6开？因为咱是引进国嘛，咱的管理较大，所以咱可以摕较侪钱。老师，这安尼敢是合理？这在世界各国当中，敢安尼这种情形是合理，还是咱台湾较歹心情，特别安尼，还是世界各国拢安尼？这当然是咱真侪国家无这种状况啦。咱台湾，但因为制度无共，譬如我举例，因韩国的法律规定是，迄个要引进移工吼，一定爱政府来中介，袂使民间来中介。因法律就安。哦。对，因政你业者也是迄个家庭雇主，你要申请移工，你就去政府遐登记。啊，因韩国的政府统一分配，嘿，无因韩国政府伫咧越南、印尼遐每一个国家有办事处，办事处遐伊就会伫在地官员去在地去招人，啊招人了，伊就要甲遐个移工的迄个特征啊吼，姓名、年龄、背景，互因迄个韩国国内的迄个业者来看，啊来做媒合，因是这制度啊，咱台湾是30几年前就业服务法规定的时阵，就是怎样讲的？这业者有真大的在杀的这个目睭啦。老师讲到目睭，嘿，目睭。啊，但观众朋友听有无？哦，这是属实的啊。迄当阵立法的时阵，就是有迄当阵的立法院长的囝咧做中介啊。哦，就是安尼啊。立法院长。大家家己去查。系啊系啊。啊，所以咱的就业服务法一开始，迄法律一开始就是我来讲的先天不良。所以爱去用抽，所以这来不得就来走嘛。伊这20万、30万对伊来讲是一笔大钱呢。啊，不止这制度，因日本、韩国在找移工吼，因拢是吼政府的官员伫当个遐国家，因佫真侪要求哦，伊伫迄个当地爱甲你教，甲你考试，上无爱晓讲话，甲你上课，嘿，你爱语言吼，啊，你了解阮日本也是韩国的这个社会遐一寡规矩吼。考试第一关考过，伊开当互你入来因的国内。啊，咱台湾落伍去。嘿，即摆就讲，你若要照日本、韩国安尼做吼，变做真侪业者因为毋是甲中介业者，业者伊嘛反对啦。这我小等哦，必须对我讲者，对姐，你感觉咧？这我这安尼完全无。我来替中介讲一寡。我感觉是中介在现在的制度下的确需要中介，因为很复杂，因为很麻烦。对啊，我也但是你要去那边找人，然后挑人，不管是有没有认真挑，也是一个挑人的动作嘛。进来然后检查什么有的没的，所以要收费，这个我觉得也合理，只是那费用高低当然可以调整。可是我觉得它的源头，或者说我们应该问对问题。
不是在问该罚多少钱，是为什么会需要有仲介？为什么会需要仲介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会需要罚钱？为什么这个叫逃跑？今天我们从公视台语台要离职，你会变逃跑主播吗？不会啊，就是你就找一个。不然我这种一对我没卖啦。那是一对一卖，好，你别照。那怎么样？是不能走吗？我觉得现在的规定是这种走的。但是伊来叫我讲，我来做主持人，爱交20万，我就不爱啊。对，所以说那个契约好，大概是前面先定好，好，那可是现在定也要合法嘛。那我们现在学民法、学刑法也知道，那个契约权利不对等的契约，那是不被承认的契约。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好像要修订一个不太对等的契约，要罚是吧？15万、20万，这个翘课要罚15万、20万，那当然不敢翘，或者我就不敢来了。那或者像刚刚秀莲讲，我根本就我也不罚，我也缴不出这个钱就算了。所以我才说这个法如果定下来是有损我们自己台湾的法治，你定了不能执行，或者定了违反比例原则，这是损害我们的法治。而且我说定这个法是问错问题，它的对的问题是前面讲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这个被定义成逃跑？那像之前的移民署长有把它修改做失联移工，稍微中性一点，就不是逃跑，因为逃跑就是逃兵啊、逃犯啊，这个非常负面的词，它其实就是行方不明、联络不上而已，就是而已。当然不对，在我们的现行法制下是不对，但是我们的法制是可以一直修改的，是要往比较合理的方式修改的。好，那合理修改到不需要付这么过分高额的仲介，他就可以来了可以相对自由的选择雇主，那个是彼此选择嘛。那是彼此选择，你不能说这个雇主很烂，可是你当初说好了，你就一定要照顾他3年，那要不然就跳楼，要不然就逃跑。那我们逼着人家要做这个事嘛？那我们是人权立国呢，这个闹亏呢。是，即我嘛，秘书长好好讲者哈，你可能唔是这个源头，所以你若在中间哦，硬伫中间。是。啊人走去你嘛真头壳疼，所以就法论法就是讲，就罚看卖啊，看有效无效啊。但是你有认同讲，因咧人来的时阵，伊摕遮济钱，身躯排遮重，是安怎伊佫要来偷走？尤其你第一线咧接触即个工人，还是讲来遮做事的人，你家己的亲身的知影的这个故事是安怎？因为这其实就是讲，拄则拢有讲到就是有牵连到伊的仲介费用嘛那其实仲介费用呢，就是咱家庭监护工是上俗的，家庭监护工差不多是1000美金。但是呢，工厂的抢工呢，伊的这个看护，伊的这个仲介费用差不多4万至45000美金。哦，是，所以第一是伊要付的仲介费用无共款，第二是安那下伫的这个疫情的这2冬来，工厂要来诱遮尔济家庭监护工来，以前108年、09年是安那无即个情形，因为工厂本身伊咧经工，伊有伊的条件，就是讲我可能第一我要要求伊的学历，我要要求伊的各方面的即个一寡条件伫咧。但是呢，我即马要来申请，我是安那我爱来申请家庭监护工，所以这就有2个理由嘛。所以拄则咱迄个秀莲咧讲。这是拢结果啦但是这个有一个前因嘛，是安那我家庭监护工遐尔济要逃走，有真济原因啦那第一就是讲，你本身你要来台湾的时阵，你的心态是对啊毋对？因为是安那讲，今日我仲介公司去到越南，去到印尼，我要来找工的时阵，我有甲你讲，你是要来做家庭监护工无？绝对有嘛，爱签劳动契约啊，对毋对？第二，我要甲你收偌济仲介费，你知影无？伊知影嘛，所以伊是安那佫选择要来做家庭监护工，这是你本身拢知影。我来到台湾，我的工作环境是安怎？我是要做啥物工课？我是会当领偌济钱？这是拢知影的代志哦。但是你来到台湾了，我就无爱做，我就无爱做啊！我就无爱做这家庭监护工啊！我无爱做家庭监护工。你雇主唔放我走啊，对毋对？你唔放我走，我即摆要来工厂啊，但是你唔放我走啊，唔放我走，我要安那？我为着要达成目的，我要安那？我代工嘛，我就无爱甲你好好做嘛，我就黑白甲你舞嘛，
舞到尾啊，你这家属你挡袂掉，老人挡袂掉，你讲好，你转吼。你头下所讲的差不多，我算起来是差不多正千人，这3档一来，差不多正千人嘛吼，是毋是安尼？你头讲246，哎，专工110年的时阵，1到5月就1800人啊。1800人，对，就1800人，就是因为遮尔啊严重了，政府才赶紧伫迄个2021年7月，赶紧去改迄个袂用去转换这个行业。对。啊，我即摆我的意思只是讲，大家拢看到咱这个移工的权益，这当然这是人权。但是我其实要讲一句实在的，啊，这比较过这人权的。伊今仔日讲，我就是要来做厂工啊，但是我都无爱纳遐济钱啊，对毋对？啊，我的条件厂工都无要请我。你的意思是讲，因来的时阵白纸黑字，因拢看明明、好停，拢写甲真清楚。我就爱签名啊，劳动契约内面拢爱签名的啊。而且是双语哦，毋是讲我摕中文哦，你看无啊？有伊母国的语言啊，对啊。啊，当然，嘛有可能是毋是有人去互中介公司甲骗来？敢有这种情形对？哦，这当然这是另外也有，但嘛，不算，可能不列入考虑啦，一定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爱讲的是，我帮忙澄清一下，为什么他们付的中介费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因为进来之后领的薪水不一样，所以才会中介费不一样。那这个东西，刚刚秘书长有一个我不太能同意的，就是心态这个东西不能入法了。就是你说这些心态不对，那其实法律怎么可以管得到？管不到这一块了。我觉得管不到这一块，那是我们的制度合理之后，自然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看护工的那个中介费调高啊，就是那个开始要付的费用调高，那看有没有人要来。我觉得那个一串一串其实推下来，我觉得我最不忍心指责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想要请便宜的看护工。其实你只要把它谈成跟台湾一样就好了。你看哪个台湾人愿意做现在20多万外籍看护工做的工作，那个是没有人要做的，所以我们才会，可是我们雇主又希望用比较便宜的钱，3万块、2万块，从前还15840、1万多块，请这样一个24小时的看护，你想要便宜的，你又要。就是你香蕉请，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嘛？你付那么少的钱，你怎么请得到？像张正安尼讲的吼，咱若甲这个做看护的吼，薪水调整，咱台湾人敢有通接受？你感觉市场上敢袂行？对，所以讲这就是讲其实，这就是讲其实为什么大家嘛知影讲家庭干护工劳动条件歹，薪水低。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伊照说当然变做会理所当然啦，吼。那为什么无爱甲伊的薪水调悬？因为调袂悬，因为家庭负担袂起，咱的国家的政策，所以其实到尾爱讲甲政策，追源就底，到尾的代志，到底是伊讲唔对，还是你雇主要用足俗的钱去共请唔对？这其实就是拢会牵扯到，所以必须我会当小结论一下，嘛唔是体外调工的，嘛唔是义工调工的，就是政府爱负责。政府爱负责。我有一个公司，我只付了2万3薪水，好，那员工要走，他说要加薪，我不给他加，他要走，我没有签契约，当初你应该做个2、3年，可是这个合理吗？我们可以不让他走吗？我们是奴隶国家吗？不是嘛？所以他就自己用脚走。这难题是政府造成的嘛？是不是安尼讲，老师？应该安尼讲的。你安尼讲，他说自一开始就是反映院长因后生咧创这种中介，啊就全世界独前，咱拢安尼4、6分、3、7分。政府造成是帮凶，不让他走，就外面围一圈警察说你走要罚钱。即摆的规定是安尼讲，毋是干那迄个移工做看护的移工，伊无适用劳基法。本国的劳工伊若有做看护，嘛是无适用劳基法。是安怎安尼？因为这20几年前，迄当阵有绿色团体去当时的劳委会的即摆劳动部的前身去澄清嘛，讲你若
阮若使用劳基法，阮逐年你基本工资啊调悬，阮就付出迄个薪水来变啊嘛共款变悬，阮负担袂起。所以因迄当阵就要求希望劳委会来甲因指定，不要摆贴，卖适用劳基法。啊，所以这已经20几年啊，啊这所以讲这是政府造成的。我感觉讲，变做是咱确实有一寡吼台湾的家庭，伊就是经济较歹，伊负担袂起。啊，这问题是你甲排除使用劳基法以后，好野人、中产阶级嘛共款，嘿，伊请来去人，伊嘛共款，吼，唔免付遐济。所以你看，去年10月开始调悬变2万块，本价17000嘛，变2万块，吼啊，大家拢是印尼的政府、越南政府抗议嘛。啊，调悬以后，迄当阵真济迄个家庭雇主伊嘛是无法度接受啊，要安处理啊，只好劳动部用公款来补贴遐个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问题是你若搁过几年，印尼、越南搁抗议，搁来抗议，啊，你搁调悬，啊，是毋是要继续甲补贴落？这嘛问题是安尼哦。秀莲，其实咱讲上大的问题是长照制度的问题啦。就是即寡人来做，就是长照制度内底照顾上歹照顾的人嘛，所以伊才有法度开出证明请移工来嘛。啊，即寡歹照顾的人，伊请移工一人来照顾有时阵讲哦，24小时一工开2万块，即摆伊会哪负担？所以我是感觉咱台湾的外籍看护公司做一寡廉价的长照资源提供给互即寡雇主，啊来讲啊，你莫过来甲我抢长照啊吼。即摆咱长照也无一个决心，就讲啦，即寡外籍看护工正经把伊放喺长照资源里去设想去做人力的安排，我感觉即个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咱即摆来讲哦，有影，我可能5年了，搁4年咱搁来讲这个。因为讲实在，咱台湾开始引进外籍看护是1992年到即摆嘛，其实就是要30年的时间啊。啊，即摆这3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个问题拢无改变？因为第一，移工来去，因为台湾人，咱这样要修任何的法律，牵涉到就是台湾雇主，伊有投票权，而且有一寡的是咱讲较严重、较歹照顾的，因实上是因的困难摆遐是无毋对。啊，毋过咱今日袂使来讲，哦，因为足歹照顾，就是咱那外籍劳工用17000块、2万块来照顾伊。啊，我感觉是应该当时斗阵去要求政府讲，今日我遮辛苦，你应该长照制度爱入来。你能力不够，好，我请外劳入来。啊，毋讲毋是讲我敢靠这个外劳啊，因为我今日请外劳，你有包括自身自灭。啊，毋讲，因为这个冲突是咧个别家庭，也是讲无法机构内底，因为进较困难嘛。啊，咱马上较紧，嘛外劳较紧啊，外劳逃走，啊，你就紧扛起。我是想要讲一个讲，咱起码差不多22万的，我是看讲嘛。啊，有偌济人因为心态问题，伊要逃走，这个比例是偌济？咱袂还是根本讲咱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咱就讲因为心态不正常，伊来就是要逃走。啊，问题好，安尼即摆22万，有偌济人是即个情形。而且咱个转来看一寡数字，咱嘛知影讲，即摆上大2个族群就是印尼看护工，因为咱22万差不多19万是印尼看护工嘛。原来因要入来啦。嘿，啊，佫有一寡是越南的制造业，因为因是内底4个中介费上悬的啊，所以为虾米逃走的两大问题，中介费上悬，甲劳动条件伤歹，所以我要逃走啊。是，就是这个哈，来李老师。我讲，若是这失联移工，你若为迄个无共款的行业来分析吼，其实失联移工的比率上悬的是农业啦。农业失联移工上悬是去年5月份，失联率25%，四个就一个吼找无。啊，到今年2月吼降落来到差不多将近13%、12%外，13%左右。这13%比咱整体的失联移工率吼，差不多10%外，要悬3%。3%。啊，现在农业是多开放3年呢？农业移工开放3年，现在伊的失联率是上悬的，这有真侪原因啊。第一就讲伊的上艰苦的工课，想嘛知。吼，第一日头，对啊。吼啊，但佫一个重点就讲，咱真侪农民吼，拢年岁较侪啊，较有啊，是大人。伊对劳动法律是无了解啊，但是伊事实伊是足欠工的，欠工啊，你互伊来用移工时，第一语言袂通，
所强调哦，摩擦。对，经过调查吼，差不多来台湾的迄个做农业的迄个义工吼，有9成左右，伊是拢连听都袂晓听咱的话，听啊，你讲伊样有超一声话，伊样讲咱的中文，但是咱的真侪士大人，伊是讲台语，也是讲客话，嘿。所以根本嘛无法度，这又果是政府的唔对。这啊无啊，这制度问题，我甲我讲，日本、韩国伊要求讲，你伊讲要来台湾，爱伫个母国吼，先做上课，先考试，爱教伊的语言，教伊的是我社会的基本，咱是无这个要求哦。啊，第二个原因是啥？啊，就做日本就真艰苦，啊，搁一个根据调查吼。农业义工含伊的迄个头家的迄个劳资纠纷最严重的，真定看到。上常见的劳资争议是啥？就讲，譬如讲，咱今日，比如讲明仔载落雨，迄无法度做事对无？啊，伊在义工就伫迄个雇主的厝里迄个困，啊，结果过一工，日头出来啊，会当去做事。这个时阵，咱的一寡迄个农民吼，伊就讲啊，你昨迄个困，你今日来甲我加班，啊加班吼。唔免互你加班费，因为你昨已经赚着啊。啊，问题是义工伊要来台湾政，靠张正先讲，伊拢有看过政府因的母国政府予伊的劳动契约，内面拢有讲啊，拢爱照咱的农业是适合咱的劳基法咯。伊讲啊，我今日加做2点钟、3点钟，你还互我加班费啊？这是调查发现劳资争议里面，农业移工60%以上都是这一类。啊，这个时阵，义工就讲啊，我含雇主讲嘛，讲袂通，无法度沟通。啊，我甲伊讲，依照劳动契约啊，讲袂通，我就来走啊。迄就是8字啦，吼，钱不到位啦，心委屈啦，吼，就这8字嘛。但是我先跳过章，我来问这个秘书长吼，就恁中招这个行业内面，第一要来提升这个薪水，而且是纳入这个劳基法，吼，这种代志对因来讲，你感觉可行性有悬啊无？这个减户工吼，其实是2部分啦吼。22万外是咧家庭嘛，这是上济。啊，若伫阮迄个长期照顾的机构内面，其实是不足2万人啦。但是这个长期照顾内面的这个减户工，其实拢是适用咱的劳基法。是的，所以这部分其实是问题较无遐尔济嘛。其实问题济是咧家庭减户工嘛。啊，我其实替政府讲2句话啦吼。其实咱一直以来，这嘛是人性啦，就是讲政府的目标就是老大人到尾啊，就是在淡村老化、淡社区老化。伊在上不得已的时阵，才来去机构。所以要安怎互这老大人会当淡村受到照顾？我就是上俗的，因为咱即马咱的居家服务，或者是咱的日间照顾中心有无吼？政府等遮尔济钱落去啊！吼，我用一个足简单，互大家听有的。一个老大人去日间照护中心，一天8点钟，吼，一天8点钟，见人就休哦，见人就休。7级啦，像阮机构收的老大人，差不多就是拢7级8级。哦，伊即个分1到8级，吼，以轻重分1到8级，7到8级32000几、36000几，一天8点钟哦，见人就休哦。我机构会当申請遮爾那濟錢嘛？啊，遮個家庭需要付偌濟錢？一般包含咱的第一首付，另一仔若要大，嘛是共款16%，無排付啦，吼。中低收入戶5%，低收入户都免錢嘛。但是咧，上來阮機構上弱勢的低收入户上弱勢，就是伊即個政府愛甲請就對話，伊啥物攏無財產攏無，0到2類的低收入户來到我的機構，我長期照顧機構，一天24小時365天攏袂使休困，你愛包伊食、包伊穿、包伊包藥珠啊、包伊灌牛奶，政府互人偌濟，互阮偌濟錢，22000。政府嘛是互你22000。22000打包。你看这个上下的悬殊差遮尔啊济。啊，你有逐工食黄连啊？中照2.0内面
并无24小时自主性机构这地。啊，这是为什么会安尼安排？就是希望老大人会当淡村、淡社区啦。当然，我若是老人，但这种人愈来愈多，必须你嘛负担袂起啊。是，所以你即摆是应该咧向政府咧抗议哦。是，你过2天要来抗议啊！哦，因为是安那，阮希望甲政府斗担社会责任，阮担20几担啊，阮担20几担，阮要担袂起啊，因为是安那。我的基本薪资连续起7档，即摆已经知影明年嘛是照共款搁再起。你看即摆物资偌悬，一粒鸡卵敢收会着？拢无可能啊！所以这24小时的长顾照护中心，伊会愈来愈困难。好，即摆讲倒来家庭，是安那毋敢互伊落计法。即个老人倒担遐，就是咧爱人饼，爱人换药珠啊。对无？爱人饲饭还是爱灌牛？将近24点钟啦。我若用落机发到8点钟，剩的迄16点钟要叫啥物人来变？啊，过来，如果若要用落机发，我是毋是爱请3个人？准做文啊，共款互你2万啦。我请3个人爱6万。我送来去，你送来我长期照顾中心啊，我收3万5啊。啊，是毋是？那如果把这个家庭监护工甲纳入劳基法，我就甲你讲啊，无人会请家庭监护工啊啦，全部拢送机构，全部拢送机构，因为根本伊送来我机构，伊有闲来甲看一下，剩的我拢甲打点到好势，甲顾无好，尻川破去，佫会使告我。安那就佫用家庭监护工就无啊。但是这个情形之下，老人伊上介大的心愿要留淡寸的。要逐工会当看到伊的家人，这个愿望会失落去无？100%会失落。哇，这代志就麻烦了，去年。无，我感觉你是不是讲啊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就是今年咱一方面希望讲，互咱老大人在家养老哦，会甲家人做伙。啊，毋讲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长照互伊嘛，所以我有你请外劳嘛。差不多是前年进境，你也请外劳，你必须无法度申请任何的长照的福利哦，因为伊的公安长照的资源就少诶，吼，你请了外劳，你哪个来抢啊？串啊，上面都无啦。伊代表讲，伊的逻辑就是讲，你有能力去请一个外劳，所以你无够需要政府来服务啊。按讲这是毋是事实嘛？因为我可能进行头讲，我是卧床7到8级，我24小时要有人顾啊，谁来顾？就是咱即马。完成台湾政府行为在宅老化哦，理想就是咱的压迫家庭看护嘛。所以其实阮的立场意思是讲，应该来这寡需求来纳入长照。我用长照机构还是讲政府来派人，你莫讲互个别雇主伊去承担雇主的责任，伊搁爱管理，伊搁惊外劳偷走。你必须对恁的责任就重大哦。就即寡，因为阮大概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几人来骂，中介来骂阮嘛，雇主来骂阮嘛。无啦，咱今天还好啦。伊的意思，我唔讲你是骂，我是讲以大范围的雇主，伊会感觉讲，哦，你即马有劳基法，安尼我钱仔付较多啊。本来是17000变2万多人咧抗议啊嘛，啊，即马咱讲劳基法基本上是26400，所以对一个雇主来讲，伊也要适用劳基法，啊，用迄加班费啊，逐工8小时，伊可能爱加叫做2倍的钱。对个别雇主来讲，因为一定会恐慌嘛，因为无法度付这个钱啊。啊，毋讲阮是去年甲今年有3包，阮拢提一个诉求是讲，即马这个责任应该毋是个别家庭去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伊就是因为高龄化嘛，全球老化的问题。咱应该有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的想象是讲，好，我要安怎好，进行互人在宅老化，人力是要安怎才会有够。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也是讲咱有些排富资格的家庭，阮政府要循序渐进的补助，互即款个别雇主做雇主，甲外劳绑在厝的，安尼我毋讲要故意要虐待你，讲我无法度，因为我无钱嘛。有这30年咱改变的这个问题，所以讲还是整体长照的问题。所以透过即摆修法的这个事件啦，我希望咱这4+1，咱这讨论的会当较长期性的来互政府互一寡，尤其像老师啦，因拢有实际第一线这个经验。老师上尾的时间，你甲咱讲一下就头仔秀莲还是张静还是秘书长所讲，这整体长照的系统。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体系，这整个爱参做伙来斗阵想才有法度呢是，就是讲，劳基法要甲适用，这是
较困难啊。但是就我的了解吼，因为真侪迄个像秀莲因拢要求讲移工的人权要提悬，所以其实即马行政院劳动部伊嘛拢一步一步，吼，因已经拢检讨到去年底以前吼，会当提悬因移工的人权，吼，就来提悬。啊，但这就卡着一个问题，你的配合的措施应该是讲，因为你若愈提悬移工的人权，雇主台湾雇主的迄个成本就愈悬的。啊，愈悬，伊是毋是会颠倒造成吼，即个移工吼，伊无法度去享受遐尼济的好处，这变做一个真麻烦。无大家听老师咧讲，我家己的幻想是，讲规期咱咧学韩国甲日本。咱但是我可能会去出门就叫中介，伊就这骂。是啊。其实迄国瑞国嘛是因讲差不多2003年开始讲爱学韩国甲日本啊。是，来张姐。我想要讲，这不是台湾人跟移工的对立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谈提高移工的人权，提高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提高他们的人权，我们是在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准。就我们想要变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想要变一个更好的社会，不能以压迫别人来成立。那我们不会变成更好的社会，我们变成一个残酷的社会。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我们讨论的方向，也许可以不要说啊，那给他太好的薪资啊，怎么胳膊都往外弯啊，一直骂 TIWA。其实不是，我觉得 TIWA或者一些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不只是为移工人员，是为台湾自己。我们台湾改一杯够较好，怎么样够较好？怎么样对待别人好？其实反过来是对我们好。咱今仔日上无会当来讲，到底这贴药啊是有效无效？啊，而且要找到正源溯源的时阵，这个源头是安怎来产生的吼？以这中照业者来，因为我是感觉安尼啦，当然就是讲咱这个家庭监护工吼。伊的薪资或者是伊的劳动条件，确实必须要提高啦。但是提高的这个责任，你袂用去加助力这个，比如讲雇主，这个也是叫弱势雇主。所以中照2.0必须爱入来帮忙这个家庭，来互这个外籍的这个监护工得到更加好的这个劳动报酬甲劳动条件。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代志。搁再来就是讲，台湾人常讲一句话啦，咱家己台湾人爱靠家己台湾人解决，袂用去特别靠外国人。所以今仔日咱台湾人无愿意要来投入咱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行业。即马一档3000至4000个学生毕业，吼，咱的技职学校，咱的这个大学的学院毕业遮侪人，无人要投入去吧？咱台湾的社会今仔日已经有。感想到咱的超高龄的社会无？这个老人的照顾，这个议题根本就是国安的问题啊！但是咱的社会其实并无甲咱这个照顾服务员，就是我这个做照顾的服务的这个地位无提升。今仔日咱咧看讲这个里头这个迄个做看护六屎六尿，伊的社会地位无法度通起来。今仔日这个囡仔，我本身嘛有咧教册啊。这个囡仔，我逐摆入去第一个代志，我先问，毕业了有要做长照的无？无人举手，我无人举手，你来读册要创啥？这个社会资源拢浪费去，所以政府必须要去思考，要安怎甲咱的台湾的长照吼，或者的服务的人员，社会地位要安怎甲提高吼？唔是一定干那钱尔，其实即马比如讲长照2.0，你家庭还是你居家内面的钱已经拢袂少啊呢。一个居家服务员吼，伊若要较认真做，一个月5-6万块是无问题哦。做有诶哦，系是无问题哦，甚至有到7万的哦。但是伊的社会地位呢，我讲的是尊严。我讲的是尊严。那可比是移工嘛，是来台湾做啊，这嘛是变做无啥有尊严。我甲你讲啊，我机构内面，我这个外籍的这监护工啊，我当做宝呢，是我的宝呢，因为是安那，遮若唔来，我就会使关门啊。你台湾人就是无要做。政府你要安那有一寡政策，咱即马咱的迄个外劳就业安定基金几啊百亿里啊，你是毋是爱拨一寡钱？来甲这引导
拄啊毕业的这个学生对不对？爱想办法互伊去来做长照。好，来，秀莲，想要你结论一下。我嘛是感觉讲，即摆医患收这个法正经啦，你爱针对问题的源头去解决啦，你毋是讲用慷慨的方式讲，你来投资25万，你源头你也无解决。咱台湾从1989到1992年开始引进移工这个政策，对我来讲就是制造逃跑外劳的政策啦。就是我来，我无法度，安尼我做逃走，所以咱回到整个移工制度，我是感觉除了讲长照，啊，搁一寡自由转换爱改，咱只有提供一个好的劳动条件，互人才袂逃走。我感觉是回应到咱今日的讨论。尊严，啊，我。